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山景嘅上複式單位俾大家，真係四面環山呢個單位，左右都冇屋黐住嘅獨立屋，係啦，上複式1400尺。仲要有條私家樓梯上嚟2、3樓，唔使共用樓梯嘅單位，係啦，極之罕有。呢個位置喺蠔涌山頂，係啦，蠔涌半山區啦，即係鄰近康湖居附近。呢個靚裝修，上複式單位啦，就1400尺，仲可以車泊樓下，可以安裝到充電車位添。由天台開始介紹落嚟，咁就3相電啦，光纖面到咗㗎啦。呢個係3樓，就係客飯廳啦。不過上手就放咗張床喺度瞓。咁啊，開放式廚房，有姐姐嘅房啦，姐姐房。計埋客房就4間房。其中有個套房，客廁做咗乾濕分離啦，即熱式嘅熱水爐，位置鄰近康湖居，所以去康湖居都好方便。有康湖居有 marketplace 咧，咁啊附近有村巴可以直到康湖居㗎啦，村巴嘅位置就呢度行出去大概1分鐘左右。不過就村巴啲班次就會稍為疏落少少，所以大家都要夾一夾個村巴個時間。再落去望望，1F 就3房，其中有個套房。樓下有個偏廳，租金27000蚊，27000，市場罕有，獨
立屋嘅常複式單位，1400尺，非常少有。租金只係27000蚊。有興趣嘅朋友就盡快聯絡我睇樓啦。呢間套房鄰里關係都好，非常好。治安都唔差嘅。首先，獨立樓梯上嚟啦。樓下有隻係啦，咁啊私家樓梯上嚟，常複式1400尺，4房，其中一個套房。有興趣嘅就盡快聯絡我睇樓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